一起去幸福，好不好？知道是谁吗？你有偷看我的流程表是不是？好，你有偷看我的流程表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好，那你们喜欢这一首歌吗？叫做什么？是国语歌还是台语歌？哎呦，这你马在呢，真的。然后你知道它有一台车一首歌叫做《卡达恰》，你有介意吗？这一首歌我很常在我们电台播，我们电台的 DJ 也都很喜欢哦，哈，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等一下9点钟，我们呢再从无锡渔港这边会发车哦，会有接驳车接送大家到清水的火车站，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如果要搭接驳车不要错过哦，哈。好，那我们现在在首奖之前，马上就要来欢迎，按名字给你们讲哦，好不好？这一位一起带我们一起去幸福的，掌声欢迎王世杰王大哥。Hello， 大家好。嘿，叫了。准备好了吗？昭告全天下，无论是酸甜苦辣，永远不离不弃爱着她。是交给我吧。相爱的心口下，看了了你的手，到了我最顶点，决定去幸福吧，卖关把人怎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闯天涯，爱就是不管多辛苦，在一起就是好幸福。都说嘛袂寒，因为你有我，就暖的花。我让岁月苍白了年华。相爱就爱，人生苦短啊！虽然我没有白马，但我的心从不虚假，因为不需代价。Oh baby， 决定去幸福吧，卖关把人怎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无人会当作童话，为爱闯天涯，心爱的咱是孤地当下飞机，你就要融化。是我最甜蜜的
别帅，全身金细细耶，一定要的啊！真的。哎，听了这首歌幸福吗？幸福啊！美满吗？哎，应该是说，那一句以前那一句叫什么？幸福吗？很美满。哎，表示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是不是？哎，我们曝光了。真的讨厌啦，害羞哈。好，那你们喜欢王世贤大哥唱国语歌吗？啊，台语歌嘞？也喜欢呢。哎，双声带歌手喜不喜欢？啊，人站在这边呢。哎，什么都喜欢呐！台中人就是这可爱，很热情，对不对？对啊，很善良。哎，刚才我有跟他们聊啊，说我们真的在电台，在91.5里面很喜欢播那个卡达恰，等一下一定要唱给我们听，好不好？那有什么问题？一定啊！而且今天特别，因为你压轴，对不对？所以多给你一个礼物。哦，多给我。就别人唱3首，但你要唱4首。OK 啊。好了，那我们想不想再听王世贤大哥唱歌？好，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王世贤大哥哦。好，那我下面带来这一首呢，是我前一阵子拍的一部偶像剧，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哦，真的，里面有熟男的，对不对？大叔啊，没有，这其实那个很有女人缘的大叔，对不对？不过听说这一阵子在流行大叔啊。真的，你说比赛以后你也会跳骑马舞吗？骑马舞，我正在努力。好，加油，好不好？我带最美丽的主题曲。好，那我们掌声欢迎王世贤王大哥。如果能有相爱，没有人想孤单，不管心再怎么坚强，人啊总是需要个伴。水暖山寒，爱不果断，难求圆满。别让痛往心里钻，心转一个方向，看世界就不一样。一面黑暗，一面阳光，悲伤会被时间冲淡。也许那心中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与其难过，何不对自己最宽容？没有谁是金刚不坏，能把爱看明白。痛不放开，心要如何自在？人生因为吃饭而精彩，感情暂时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太阳不存在。看世界就不一样，一面黑暗，一面阳光，悲伤会被时间冲淡。也许那心中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与其难过，何不对自己最宽容？没有谁是金刚不坏，能把爱看明白。痛不放开，心要如何自在？人生因为只凡的精彩，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原来快乐是种习惯，伤了爱才明白。痛要放开，心要悟得自在，我要的心
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不存在。谢谢。上岸重影20多年来的心愿，完成了出了国语专辑。这是我首张个人的国语专辑，一起去幸福。然后也转战拍偶像剧，希望各位会喜欢我的演出。有人问我这一阵子在忙什么？我刚忙完一部电影，大家一定很好奇我跟谁拍的？我跟5月天的，其中的一个啦，叫怪兽。哦，知道吗？怪兽。刚完成了这部电影，是撞球的戏，还不错，蛮励志的一部电影。那片名叫《爱上9号球》，那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就会上映，到时候希望台中的好朋友们搞给干嘛旁边哈，多多指教。OK， 那当然国语唱完，台语唱。台语呢？台语。就刚刚讲了，他们说比较喜欢听卡达车，无啦，爱先 test 多者，敢若听歌手唱歌哦，无意思。现场哦，大家若要唱哦，哇，迄就是互小弟足大的面子，哎知啊。那我们来 test 一下，好不好？等一下唱到副歌的时候，大家要跟我一起唱，可以吗？可以啊。我们先来试试看，这边一半，这边一半，哦，那我起个头，你们来听，然后你们来唱，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来 PK 一下啦，左右边 PK 一下，好不好？副歌怎么唱？好，那前面呐，我也忘了啦，反正音乐下了就知道。对不对？到时候要一起唱哦，好不好？小朋友，你们会不会？真的假的？你真的会唱吗？会唱的小朋友上来，我有礼物哦。西来西去行阮的脚踏车，等待你下课，陪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看着车轮脚踏声，阮的希望拢寄伫这。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藏伫这，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要来咯！哇，不错哦！这边声音好像比较小一点哦，要加油哦！对啊，我一直很想下去跟大家握个手。我们先跟局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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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哦！好，来，小心哦，小朋友。哦，他们满身大汗。西来西去行阮的脚踏车，等待你下课，陪你每天做阵行。轻轻心内话，看着车轮脚踏声，阮的希望拢寄伫这。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藏伫这，欢欢喜喜陪
可以吗？刚刚有音乐，我还感受不到大家那么大声，一下去才知道，哇，这大声，哇，真的蛮开心的。其实哦，我来这边特别有感觉，为什么呢？我到了无期港，突然，我曾经有过一部戏在这里拍的，叫《日正当中》，有没有？一开始还警匪追逐我，嚯，还抓偷渡客，有没有？你要跟我合唱，修蛋。然后我记得呢，我那个时候差不多有长达2、3个月的时间都在无期港，然后我们都在港口那边拍，然后打戏啊、追逐的戏，真的这里要感谢我们台中这个怎么讲，市政府的帮忙。然后呢，我们有什么巡航舰啊，那些什么弃尸舰啊什么的，都来支援我们。让我们整部戏拍起来跟拍电影一样，就送了呀。然后，所以说我对无期港特别有感觉。然后那部戏，相信大家在民视也都看过《日正当中》。OK， 你要合唱啊？但是还多人要合唱呢。你先报名哦。你跟我合唱呢，要不要？不行啦，我们还是有流程的我们要讲究流程，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抽奖的活动，不好意思。OK， 然后要不我继续带来我这张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我个人蛮喜欢这一首歌的这首歌在我的专辑里面算是一个指标性的歌曲，曲名叫做《你哪在》，我要改一条袂赢啊，没有了，开玩笑。就带来这首《起手无悔》，希望各位喜欢，谢谢。人的潜能究竟能跑多远？可有极限？发现这个世界本就瞬息万变。终点，我不再留恋生活回忆，扬起的回忆，不想解释，要无解就无解。与其画地自限，不如大胆冒险，痛痛快快的追，起手无悔，这世界我。这属于我，甘愿倒背着你有风在吹，我又怎能忘我是谁？为了梦活出一切，不后悔。终于明白，再见就是起点。经典，那不是终点。再见，像块束缚的梦不退出视线。我不怕改变，就怕看不够远。与其做应该，不如大胆冒险，彻彻底底改变，起手无悔。这世界我。起手无悔，这属于我，甘愿倒背着你有风
这世界我奉陪，亲手无悔，这属于我甘愿，不怕危险，勇往直前，干脆超越极限，大胆冒险。人的潜能究竟能跑多远？可有极限？谢谢，谢谢王世贤大哥，嘿请留步。你们说什么？你说什么？哎呦，真的，而且你当初有答应我们说，可以请你唱4首，多唱1首吗？那时候世贤大哥说唱10首也可以呀。哎呦，今天有一种开个人演唱会的感觉，有没有？我是很愿意啊，可是我经纪人不知道可不可。他一直在后面瞪，有没有？好了，没有，因为其实刚才王世贤大哥有说到你在这边有拍戏的经验，对不对？是然后所以啊，我觉得下次不要只来这边拍戏，来这边唱歌工作而已，也来这边玩一下，好不好？其实台中哦，我常来啊，我很爱台中。那你要常来我们的这个无锡观光渔港玩呐、我特别喜欢来这边吃海产的。真的哈、哦好，然后我今天介绍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长官给你，好下次你要来台中玩，直接 call 他就对了。真的哦对，因为他呢掌管我们整个台中市所有的观光旅游、相关的这个地区，他全部都熟，哦好不好？我们的谢谢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张大春，有请掌声鼓励我们的张局长。局长好。局长，刚才我们这个世贤大哥在唱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感动啊？好听有没有？哈。很感动啊，很好听。我看今天现场都是我们世贤的粉丝哈。哎呦，没有，我们其实是整个台中的朋友，大家很爱听歌。其实每一个歌手在唱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多人都跟着一起唱，对不对？哈。我感受到了。对，所以今天找我们世贤大哥压轴就对了。所以接下来这边，我们请世贤大哥留步，请张局长帮我们抽出最后这一个头奖，就是我们的首奖哦，哈，是我们的东根 DBX 的电动机车。然后这位幸运中奖的朋友可以上来跟我们的王世贤以及我们的张大春局长一起来合影，好不好？我看这个今天因为世贤特别留到这么晚哈，我们是把这个摸彩的这个请世贤的这个御手愿意吗？帮我们摸一下，幸运之手，好不好？幸运之手，好不好？起手无回哦。好，举手无回。那帮我们搅动一下，好不好？好，来，哇，我们这个张大春张局长特别把摸彩的这个机会呢，来交给我们的王世贤王大哥。如果中奖的是一个女生，可以给我们一个拥抱吗？可以，你们都是王世贤经纪人是不是？有税的问题，这边是需要扣税的，对不对？就是有那个赠与税的部分。这个奖是什么东西啊？电动机车，我们的市价是多少钱呢？我们的电动机车市价6万元，所以我们扣税的部分会扣赠与税的部分是。好，赠与税的部分呢，我们会扣税哈，所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就是扣完税之后，这一台这个机车呢就是你的了，好不好？好，来，所以还是很划算，很值得，6万元的电动机车又很环保。这样抽中了是男的女的？好像是女的。女的，可以拥抱张大春局长隔壁的这一位王世贤。你们笑那么开心，是本来很高兴是不是？好，来，我们这个明明就是男的啊。是男的吗？应该是男的，男的之后。王。是，不是王世贤呐？好啦，先讲号码，先讲号码，先讲号码。号码是08029。08029，一次。
我都不好意思讲出口。这个是王朝拱吧？对对对这个先生对对，来再讲一次号码08029，在不在？在不在？不在哦。你们真的都很想拿机车哈，来再来，对啊这我们公平啊有3次机会，我们再唱号一次，我们请这个张大春张局长再帮我们唱号一次好了，来请好，我再唱号码8029，王朝拱先生。 8029在不在？我真的确定不在，因为现场好几千的朋友都说他真的不在了。这好次没有，没有在现场这次换，局长的御手来抽一下。真的。好，换局长吗？好真的好，哎呦，这起码摸彩券是有他碰过的啦，我回去好好保留一下。那我就不客气了。好，来有请我们的王世贤王大哥。好，这位是确定是女孩儿，来，这位是08264林秀娟，8264林秀娟在不在？哇，这样好了啦，刚刚我们叫你们合唱都没那么大声。干嘛这样说？因为不在这个很整齐，很好喊嘛，对不对？好，来，08264林秀娟在不在？哎，看起来我们要把首奖换成那个王世贤大哥的吻，这样他们可能都会在哦。哦，真的吗？真的，这样子首奖给我好了，我骑电动机车回去，然后吻留给你们，好不好？啊你留在这边慢慢亲，开玩笑的啦。好，来，那我再唱好一次，好不好？08264林秀娟在不在？哎呦，真的，哎，还是说这次局长来抽，对啊，好不好？再次吗？没有，再一次就没有机会，再一次这个奖项就要保留了呢。真的吗？就要留到大安了呢？摸到再为止，是不是？等一下，你们的号码到底几号啦？几號？有没有记得了哈？记得了哈？我哪记得？记得了，好，来抽。哎，太不给我面子喽。好，来，这个在的话，我们真的是除了送你首奖，再送你这个王世贤大哥的一个吻，不是一个拥抱就好了，好不好？好，来04782林君怡，感觉是一个美女哎，好，来4782林君怡在不在？那安呢？好，来4782林君怡，世贤大哥，是不是你命中注定喜欢的人都没有办法追到手，是不是？没有，我觉得要局长来抽。我再最后唱好一次，4782林君怡在不在？大家整齐划一耶！真的，局长也给我3次机会，怎么会这样子啊？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所以接下来抽中这个只好拥抱局长哦。所以说这一次，好，拥抱他是对不，是？这次抽到了拥抱局长，好，好不好？好，来局长来没有，大家没有人说好哦，大家说局长抽，但是还是抱你啦，好不好？拜托啦。局长，谢谢。好，来。好，如果这一次再没有人中奖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一台电动机车保留在8月10号、11号大安的欢唱音乐季喽，好吧？因为我们已经抽了3次了，对啊其实照理说这个已经要保留到大安这个游了。戏规则要改一下对，3次抽不出去就跟特别来宾回家。真这样子是说我吗？来，快，好不好？好，来，请好。原来你也很想要电动机车啦，对不对？需要哈，买菜多方便，真的，哦，对不对？板扣呢？好，这个是男生的感觉，拥抱一下应该也没关系。来，帮我们唱号好不好？好来，注意听喽，05780，陈信亲，真的假的？5780，有有哎，
你看，果然局长之手，妈兄的局女友。长，哎呀，真的，来5780陈信清，恭喜！恭喜哦，是男生还是女生？哎，男生他应该不会想要你的拥抱哈，是不是？他会喜欢机车大过于拥抱我。好，我来问一下，哎，有老婆有小孩啊，是不是？啊，都是。请问一下，有喜欢王世贤大哥吗？喜欢。那你想要拥抱他，还是你的小孩拥抱就好了？哦，小孩，对，那我们先合照一张好。